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2日，诗篇150篇20安尼讲：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，称赞伊；因为伊的至尊至大，学乐伊。三甲来祈祷，愿要因为你大权能的作为，来称赞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无通比的主宰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上帝，你的气力无限，你的智慧无穷尽，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大地到星辰，拢是你奇妙作为的见证。主啊，你用话创造万物，应听养生万类，用恩典赏赐世间人。主啊，愿要学乐你的尊名，也要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你的手无所不能，你的疼无所不在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救恩甲活命，我们因为你大权能的作为，称赞你；因为你的至尊至大，学乐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